周局长，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，解放前呢，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，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。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？解放后政府排查过，没有发现问题。5年前这又着过一场大火，所以这个村子呀，彻底就荒废了。 红梅，怎么了，老姜？快来看，这儿好像被人动过。手电。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哎呀，我宝贝儿真聪明。怎么回事？老姜，小时候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《木兰辞》，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。这墙上到处都是符灰，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，有人来过。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？这儿有个箱子，五线谱。有发现。
木兰花，你的开在哪？这是我爸爸的怀表。木兰花，我心中发芽。木兰花，饱含离别那句话。木兰花，等你回答。 9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。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来看，没有枪伤，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气伤。另外，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，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懂解剖学。解剖学？会不会是白明翰？白明翰是个中医，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。 红梅，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？还不能确定。老姜，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事关雪狼，不能放过任何细节。是。老师，红梅，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。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。是。听他们说，你找到你父亲了。来龙门以前9年，整整9年我都在找他。到了这里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无论如何，我要找到我父亲，让他入土为安。 现在我理解了，就像老师说的，在理想和信仰面前，就算是死亡，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。我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。 你看，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，落在泥土里，滋养着大地，也落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。我相信，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，一定会十分的欣慰，十分的自豪。
也许这个，他也可以在远处望着我。同志们，这次我回国看到，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。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，现在呢，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。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1斤铜，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1分力。我决定，由我负责，抓安全，促生产。从今天起，咱们呢3班倒轮流干，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，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1分儿。辛苦大家了！老师，立秋城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，只是它离小后山可真不远。我已经通知国局了，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。看来您早有防备，还是老师想得周到。局长，队长，同志们，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，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。这是个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厂保卫科共同负责，厂医院组成医护组，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。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。刚才我所说的呢，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好，下面我宣布，经研究决定，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葛云主任、护士长白慧、护士骆珊珊。值得高兴的是，白慧、骆珊珊作为替补入舱实验人员，随时做好准备，替补待命。同志们，这次综合实验呢，是我们全厂的大事，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，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。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有人啊，曾经建议过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，被我拒绝了。我认为此次实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，是无可替代的。为了新中国核潜艇早日建成，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、敢于奉献的精神来，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。现在我宣布一下实验人员名单：入舱人员贺希文、谢立奇、李培章、龚杰；外围研究人员名单：楚怀修、季南阳。
是说好了等咱们实验咱们就走了吗？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你？你问厂长啊，这是厂里决定的，我能不参加吗？我接到通知的时候，我都懵了。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不能参加实验。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？让他们去啊。或者咱们现在就走。你疯了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？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，不是更要被怀疑了？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。我们刚体检完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。可是我现在这样疯了，我都想这样崩溃了，我。陆成，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？都熬了这么久了，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？我现在真的很怀疑，我将来跟你在一起，你能不能保护我？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些可都是真的。可是现在我说过，这件事情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怕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每天都在做梦被公安抓，甚至会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。陆超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呢？等一切安排好后，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。你再忍耐一下，就20天啊！在这实验的20天里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。20天以后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。你看着我，陆成，你看着我。我参加实验的这20天里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答应我，别让我担心好吗？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。经过张局的批准，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。长生，到。你进入实验舱后，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，同时呢，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。是。董兵，报。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，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，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。是。丁杰、红梅，到。这个期间，我们3个负责保护好场内。是。执行。是。队长，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。对，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。可我还是有些担心。我也理解你的担心，但是白慧在厂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，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。明白。哎呀，这天闷的，这雨啊该下下不来啊，你看着吧，过2天呢，一下就是大暴雨。卢门这个地方这才叫怪。爸，过来歇会儿，喝口茶。哟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？今年头茶，过来尝尝。哎呀，新鲜，新鲜的啊！哎。好，哎呀，怎么样？好喝。爸，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有20天不在家，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。干嘛去？封闭舱实验。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，因为实验是封闭的，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。不过你放心，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。我说今天怎么回事？他又给我倒茶，给我献这个殷勤，闹了半天，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呢。啊，小辉，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，是吧？
所以啊，爸爸劝你啊，离这伙人远点儿，别跟他们交往。那是两码事。怎么是两回事？医院那么多护士，就缺你一个，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？那我是护士长呀，我得以身作则。你去做责去了，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。小慧，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，从上来以后，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？啊，就这次这个实验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蛾子。别瞎说。好，我说，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。你想啊，它要是不安全的话，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？小慧，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，防空洞里有毒虫啊，蜘蛛、长虫都有。你小的时候不就怕这些东西吗？怎么你还去吗？我不要，我一个人在家饿不死。听话。你咋不听话？啊，总让我听话。你要听话的话，去跟科主任请假，不去。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。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，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。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？你不打退堂鼓，我爸爸打退堂鼓呗。你是我爸，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？嘿，非得去？啊，这是跟爸爸商量，先斩后奏啊！你这是叫？嘿，来，给你倒点茶。那，喝一口。哎呦，长官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，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，附近有一个大石头。好。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，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，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。有合适的人选？我已经想到这个人了。我会想办法从矿上给你转一些炸药出来。铜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3班倒炸山，时间是上午的9点、下午的1点跟4点。记住了，如果你要爆破，一定要保持同步。是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。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。这里边没有阳光，只有灯光。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。在这20天里啊，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，以获取数据，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，也都是重要的数据。总之啊，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，等于0。所以，在我们的实验中，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。我虽然不能进舱，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。由于实验的特殊性，一旦我们实验开始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，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。大家各就各位。是。裴征，正常。龚姐，啊，正常。楚工，舱内报告，舱内温度19度，湿度60%，所有仪器数值正常，汇报完毕。哎，雪儿，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，咱们
再核对一下。季专家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谢谢。谁呀？我四毛哥。啊，来了。来了来了。四毛哥，你咋来了？怎么着？我不能来啊？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，又去哪个朝代的墓发财了？哎呀，这最近管这么严，我那盗墓的手艺都上了。再说，就算出了好货，也不好出手啊。手生了。生了吗？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，是你开的吧？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！哎，我给你看啊，不过这成色不错，要不你给瞅了，一点瑕疵没有。是啊，看着真是成色不错，有点意思啊，真值几个钱。是官有的瓷器。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呀？看看，真的假的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真假货呀？废话，够不够？够。找上你两个弟兄，有他们大活。啥大活？那放下。放下，我告诉你，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，在小后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，带不走。这两根金条呢，就是从那儿露出来的。我呢，特意给你准备了藏宝图。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，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，只管吃香的喝辣的。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了，有兴趣吗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？我倒是想啊，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，把洞口给炸塌了。这挖洞找穴，我不在行，你在行啊，不找你找谁呀？不过，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。好，那你琢磨琢磨，我找别人了。我没说不干呢。明天我就找人去干。这就对了嘛。切记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。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，还有啊，找几个有本事、信得过的兄弟。行，但亲兄弟明算账，拿了货就不分。你看你这点出息，5分。来，笑。舱内的同志，怎么样？汇报主公，舱内温度20度，湿度70%，汇报完毕。这个给你。这个人呐，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的。这个密封舱，这个环境就苛刻了，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，稍微出一点问题，后果就非常严重。现在看来还行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。丹阳，吃药。哎，谢谢。小慧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维他命，专家每天都要吃。每天？对。你要不要来一点？对身体好。啊，我不用。记得吃药。哎，好。什么时候来的？早来了，
看你一直在忙，没敢过来打扰你。没办法，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。季专家，哎，过来看看这个。好。走。珊珊，检查一下你的设备。我你也不信啊？我当然信你啊，但这是规章制度，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，咱必须执行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配合你的工作。没问题。这个方向。是不是？到了。好，走。地不让就这位置。看，他们往哪边啊？13个。哪边？是这边吗？怎么样？这儿。是这儿吗？我确定是这儿。耗子，老朱，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，就看这一把了啊！干活！对。各位同志们，根据实验的要求，我们先要做的是负荷实验，3分钟内交互蹲跳，每个动作都要标准，中间不得休息。大家散开。这个考核项目啊，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，这是海军医学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，这个运动量消耗极大呀。这才第3天呢，看来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，必须坚持啊！
起来，我看看。这儿。了有点啊。真疼啊！人命要紧啊，哥。这样，给他擦把脸，带他上去看看。你们俩接着干，别偷懒啊。浩子，浩子，谢谢。浩子，行了，走吧。负荷实验完毕，负荷实验完毕，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。重复，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。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。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。葛主任，医疗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，不能去其他舱室。明白了。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。女性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，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。白大夫，哎，白大夫，赶紧救救我这兄弟！哎，认真点，认真点啊！白大夫，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，你看，越来越严重。啥时候被咬的？不多久，不到1小时。哪个山上咬的？您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？白大夫，我们没上山，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，一个虫子给咬的。没上过山？没有。那治不了了。哎，白大夫，儒门啊，到处都是山，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。东山这是长虫，樱花山这是蝎子，不同的毒啊，这有不同的治法。你不告诉我去哪个山，我怎么治呢？小后山，我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。小后山就小后山，你撒什么谎呢？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，还好来得及时。再晚点儿，你就真的不能动了。哼，忍着点儿。忍着点。来。这就行了。信号清晰吗？在小柳头，机关方向。怎么样？霍局，信号没了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，在电侦科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，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，
在小柳城西关一带。范围是不大，但是在市中心的老街，人口比较密集。自从楚宫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，迪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。我断定，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。难道那些特务真能找到实验地点？不得不防，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以沉默表达。